咱来看有民众去桃园的台北感觉甲受刑人会面，却是偷用手机录影，而且佫甲受刑人的画面传去网络顶。因为出现违规的情形，所以台北感觉决定禁止探监3个月。针对监所的人员是安怎无发现，嘛无阻挡违规的行为，嘛进一步来做调查。到台北甲探监办理会面的画面，直接伫网络上出现，也写下用只要10分钟冲过来，规条路全部上网顶，就是为着要看你。随后，伊佫伫个接见室摕手机翕受刑人的模样，佫再上网，这做法也引发关心甲注意。我们对于该民众给予停止受理办理接见3个月了。受刑人的部分，我们会做另外一个行政调查，他有没有违反相关的规定。这个事件发生伫2月，台北家讲，一般探监的违法太样，大部分是使用手机，也是器材翕相录音，也是使用暗语，也是用手笔的。由监所对着接见，袂使用手机有相关的广告。接见室也提醒民众毋通违规，因为进前外一家家的制度引发社会关注。这个探监的违规事件也引发讨论。很多不当的举动，然后我们就说我们什么义正声扫，这个也是这样奇怪。后面的时候本来就有一些相关规定嘛，一直提醒说不可以带手机，不能拍摄。这个举动感觉上就是非常的幼稚啊。维安山有画面流出来，台北家讲，因为这个探监的人翕的时间只有短短3秒，监所人员当时正伫其他窗口伫执行公务，所以讲第一时间并无发现。会检视当时的监视画面，追查人员是毋是有疏失，依法来追究责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